咁首先接觸到業主咧，其實佢哋有一特定嘅要求嘅。咁啊，基本上我哋都將佢哋原有嘅間隔咧係推倒重來嘅。可能好傳統嘅想法就好多90度角啦。咁今次咧，我利用咗好多弧形嘅線條，因為呢度個單位咧其實有2位小朋友啦。咁加上利用弧形嘅線條，可以令到個感覺更加舒服。因為小朋友咧有時會喺屋企度跑來跑去啦，咁我做翻啲弧形咧，喺個線條上嗰屋企又生動啲啦，咁又可以保護到小朋友喎。咁啊顏色咧，我會用好多 monochrome tone啦，但係同時間融入翻一啲自然嘅物料。咁啊，你會見到可能有啲木嘅 texture， 或者你見到台都有少少石嘅 pattern。咁我覺得呢種配搭咧，做出嚟嘅效果咧，和諧得嚟，又帶少少自然嘅感覺。好，小朋友房咧，其實係我哋花得最多心力去諗點樣做啦。因為原有咧其實係一個2房間隔嚟嘅，咁我哋將佢2房打通成1房啦。小朋友房嘅門咧，其實我哋冇用傳統嘅明裝嘅趟門啦，我哋用咗啲 pocket door 啦。喺運用上高咧，其實同普通嘅趟門一樣嘅，但係咧個空間感上高同埋外面望落去個美觀程度咧會高好多。咁其實最花心力咧，就係莫過於將佢哋2房融合成為1房。主人房咧，佢改動間隔咧就相對少，我哋都係將翻佢哋嘅門位可能輕輕調整翻啦。因為小朋友房我哋有部分拉長咗，咁做翻少少長身俾佢。其實主人房咧就基本上就一個標準嘅 design 或者標準嘅layout 啦。其實呢間屋咧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嘅，其實佢天花原有都有一定嘅天花陣嘅，咁變咗會外露咗出嚟。所以咧我哋就希望統一翻個屋企嘅線條，我哋就捨棄一啲傳統做燈槽方法去修飾天花陣，我哋喺個天花陣度包翻啲弧形嘅線條，一嚟咧就個感覺冇咁壓迫，好似唔會有啲好 sharp 嘅嘢擲住喺個頭度；二嚟咧又可以同翻周邊個櫃咧去做翻呼應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個作品，咁可以喺下邊留言區同我講啦。